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的台北市议员周宪营议员，也是我们的主内弟兄，他也来到了我们当中。我们来请他为我们勉励几句。我们邀请我们的周宪营议员，掌声鼓励。各位我们客家的乡亲，所有弟兄姐妹、牧者同工，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曾宪营。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客家乡亲的牧师啊，一直到大概11月初的时候，来到议会来找我，他们说要在凯道办一场盛大的全国客家日的关于赞美神的一个聚会。我听到我说11月安内甘美湖来得及吗？没想到今天来在这边，我吓一跳，居然办得这么盛大。我看到，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大家阿们吗？我就赶快找了客家委员会，还有台北市政府，大家一起促成这样子的合作，把凯达格兰大道给借下来。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在市议会里面成为所有客家乡亲在市议会里面最强的支持的力量。今天来到这边，再次的问候大家，也希望我们在市议会里面，大家所有的客家乡亲不要忘记，在市议会里面有一位最支持我们客家福音运动的市议员。所有的活动，所有的需要的帮助的地方，请大家不要客气，好不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要为福音来效力。再次祝福今天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有上帝的荣耀跟同在。谢谢大家，谢谢。